喂，我哋都要上嚟咧助下興先得喎。佢哋分別咧就係戴婉琪啦、李浩嘉同埋蔡梓銘嘅，俾啲掌聲佢哋。冇錯啦，咁佢哋3位咧將會為我哋唱出3首嘅勵志歌曲，咁就係壯志驕陽啦、紅日同埋強嘅。咁藉此咧，希望帶俾時下年青人一個訊息啦，就係要佢哋勇敢向前，千祈唔好為咗少少嘅挫折咧而感到氣餒嘅。命運就算顛沛流離，命運就算曲折離奇，命運就算恐嚇着你，做人沒趣味，別流淚心酸，緊不應捨棄。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。命運就算顛沛流離，命運就算曲折離奇，命運就算恐嚇着你，做人沒趣味，別流淚心酸，緊不應捨棄。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。今天不怕路遠，來為我一生打算。這一刻你別心酸，和你兩心分開不遠。天空光線耀眼，來預告光陰璀璨。這一刻遠赴他方，容我揭開新的界限。人是你眼睛偏立地，如拜倒在爭起，永沒完死。從生活中的真理，情緒到萬千，仍抬頭有志，在前在創這生意義。無望自負那從前留下句子。人是你眼飛天遁地，其實你了不起，假使你永不說不能做到。人是你眼飛天立地，如拜倒在爭起，永沒完死，全是活着的真理。今日好多謝大家蒞臨香港律師會法律週2009特備節目。喺嚟緊一個星期，我哋將會為市民有好多嘅法律講座，俾市民參與其中。希望更加多啲人清晰了解自己本身法律嘅權益。香港律師會將秉承法律週2009嘅主題，律師顯愛心，法律齊關心。我哋將會繼續為普羅大眾服務，咁希望你哋多多支持。多謝咁多位。香港律師會法律週2009特備節目係由香港律師會特約播出。Rejoice 漢方防掉髮，為原廠認可天然本草、生薑、首烏、大葉茶，7天減少85% 掉髮。全新盒裝 Rejoice 為原廠認可隆重登場。